又係時候睇下啲優質盤啦。今日我哋到天后嘅小半山參觀一個原則3房嘅單位，而呢度亦都鄰近天后嘅港鐵站，而附近亦都有民生嘅商鋪。我哋今日嚟到傲龍軒，樓市回暖，好多優質盤都會成為市場嘅焦點。今日我哋嚟到天后參觀傲龍軒一個3房嘅單位，而呢度望翻出去可以望到我哋維多利亞港。睇完條片之後，如果有興趣，我哋可以親身嚟到睇多次。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係876尺，而單位嘅戶型係做到客飯廳分明。雖然單位唔到900尺，但係可以睇到都有唔錯嘅實用空間。而屏風嘅後邊更加安裝咗衣櫃，除咗可以居高臨下咁望到天后景觀之外，仲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而廚房係 U 字型嘅設計，喺保養上亦都非常新淨，亦都採用明火嘅煮食。而旁邊就係工人姐姐房，亦都有唔錯嘅收納空間。而飯廳亦都有窗，安放咗4人圓台之後，旁邊都仲有收納空間，亦都可以望到綠油油嘅山景。而第一間睡房，除咗安放咗床之後，都仲有唔少活動空間。而我都幾鍾意趟門，可以令到空間更加咁實用。而浴室係有活動窗，可以令到空氣更加咁流通，再加上浴缸嘅設計。單位原則係3房嘅設計，而業主將主人房同睡房打通咗，令到主人房多咗個衣帽間。而景觀一樣都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。如果鍾意小半山嘅生活，但亦都想交通便利嘅話，傲龍軒都會係個唔錯嘅選擇。